睇影片前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嘅動力，多謝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團長日記。就到農曆新年，團長同大家拜個早年，祝大家身體健康。今集我哋去 I-Square 食一個半自助午餐，餐廳主打田園風有機西餐廳，蔬菜自家種植之外，環境裝修簡約寧靜，坐得舒服，啱晒追求健康飲食朋友。而且最平108蚊就包主菜同自助區任食3小時，究竟質素如何？團長自費以最真誠態度帶嚟最真實一面俾大家。當日未夠12點我就嚟到，餐廳未開門，燈都未開，喺門口望下餐牌，點一份主菜送自助美食吧。中午半自助餐供應時間星期1至5中午12點至2點半。星期六日紅日中午12點至3點，天天同價。夠鐘開門入去坐低，同大家睇睇餐牌先。餐廳主菜款式最平108蚊，和風溫泉蛋牛肉珍珠飯，下面148蚊溫泉蛋卡邦尼意粉。打開餐牌裏邊款式更加多，明太子醃三文魚意粉、墨西哥薄餅等等，都係百幾蚊有交易。反轉餐牌後邊有炸薯條、燒春雞、煎比目魚配薯菜，一樣百幾蚊一份。鋸扒就要228蚊，西冷扒配薯菜。主菜已經包餐包、餐湯同飲品，凍熱奶茶、咖啡、檸茶嗰種。飲品可以加15蚊升級，加30蚊升級鮮果沙冰，加38蚊配餐酒。我就唔詳細講，影一影俾大家望下。自助區唔係好大，可以用一眼睇晒形容。餐湯黑松露忌廉湯，熱盤2個，雞肉薯蓉同炒雜菜，2盤新鮮沙律菜，一個生果盤，哈密瓜、火龍果，自己撈沙律配料，紅腰豆、南瓜、雜粉類、紫薯蓉、蓮藕，撈沙律醬料。橄欖油、黑醋都有幾款，仲有麵包碎、提子乾等等。前菜小食一碟碟，款式都幾多，有秋葵、玉子、中華沙律、螺肉、帶子裙邊、柚子米卷。較好味蛋沙律法包、迷你甜甜圈、中式糖水、煎麻糊。餐湯忌廉湯都有少少蘑菇蓉，濃度適中，味道唔會太大驚喜，正正常常。餐包反而有驚喜，一般酒店自助餐餐包呢一環多數硬身，冇乜味，好普通。野換田店呢度一坐低就會幫你裝湯同攞麵包過嚟，麵包攞到過嚟仲係熱有溫度，撕開俾大家睇下。餐包內層氣孔情況，一個個小氣孔。口感柔軟，空氣感強，鍾意點湯食麵包朋友啱晒，水準好高，可惜只限一次性。自助區前菜全部細細碟，玉子味道同日本料理店出品差唔多，玉子上邊有少少沙律醬，味道微微酸甜，蛋一層層咁做，咬落有層次感，可以食下。柚子米子卷味道好清新。柚子肉本身味道，配個沙律醬作為前菜，酸酸地好開胃。其他小碟秋葵、帶子邊、中華沙律等等，同日式超市買到水準差唔多，想食都可以食下。主菜到啦，焗春雞半隻配薯菜178蚊，雞皮焗得好靚，火候控制啱啱好，切開俾大家睇下。
一切雞肉汁就流出嚟，做到外焦裏嫩，唔會焗到過火，雞肉乾柴。切開拎起，雞肉汁滴緊出嚟，味道少少蜜糖甜，醃料好輕，食到食材本身味道，雞肉夠嫩滑，呢個得好正。另一個主菜和風溫泉蛋牛肉珍珠飯，108蚊。牛肉唔算好多肥膏，好嫩滑就味道，普通肥牛，調味會比吉野家輕一啲，不過都會食到味淋日本醬油味。珍珠飯就係一般壽司飯，會比我哋廣東米更加 Q 彈同黏性強一啲。溫泉蛋撈勻成碗飯，日式料理感覺有少少，味道中規中矩，勝在份量幾大碗，仲要包沙律吧飲品，坐足3個鐘，性價比又喺度。塔塔醬烤雞墨西哥餡餅配番茄沙沙醬138蚊。半碟沙律菜好清新，打開餡餅俾大家睇下，烤雞肉烤味我就食唔出，塔塔醬美乃滋嘅味道都有，最重係紅椒味，有啲朋友會唔中意青紅椒味，大家留意返。番茄醬酸味為主，夾雜少少香草味道，餅皮係腍身偏向柔軟，整體我覺得比較少食到，幾特別，唔錯。自助區食物有2種熱盤炒雜菜，調味好輕，少少蒜蓉、紫椰菜為主，食療價值好高，含有花青素、護眼、抗衰老、降血壓等等，追求健康朋友一定啱食。另一款薯蓉雞肉，薯蓉做得好幼細夠滑，口感軟綿綿，調味一樣偏向輕手鹹鹹地，主要食到薯仔本身味道。蛋沙律法包，蛋黃醬味道唔錯，法包比較硬身少少，硬得嚟唔算脆身，味道合格再高分少少。自己撈沙律睇食材顏色賣相相當新鮮，蔬菜方面佢比一般自助餐沙律吧優勝，鍾意食呢類型沙律吧嚟野換田店相信唔會失望。其他薯仔沙律味道唔錯，我都幾鍾意食。紫薯泥食落真係純紫薯，冇加其他調味。仲有飯後果，當日哈密瓜火龍果正常可以。甜品方面，當日有2款熱芝麻糊，濃度啱啱好，最多講得上小甜，略嫌芝麻味道未夠突出，不過呢個價錢可以接受。甜甜圈大家睇賣相就知唔錯，味道有靚少少西餅鋪賣到水準。當日我食咗4件，好食唔差。帶少少餐廳資料之後，同大家去海旁行一轉。餐廳野換田店，地址尖沙咀彌敦道63號 I Square 國際廣場3樓307號鋪。當日坐港鐵過嚟 C1 出口出，俾大家參考。尖沙咀海旁每日都好多人嚟遊覽，特別係假期紅日會更加多人。食飽自助餐過嚟書展行下。太空館入場費成人10蚊，兒童唔使錢。欣賞維港海景吹海風都係唔使錢，影相打卡更加唔使錢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坐觀光遊艇遊維港，船程大約40分鐘，成人100蚊，小童50蚊，包飲品同零食。遊艇價錢牌飆高咗，唔知大家有幾耐冇嚟過海旁玩？有機會嚟記得殺價，俾現場原聲問價，大家聽下。係成人100蚊啊？係啦，小朋友50。哦，錯唔錯啊？我睇下先。最後想同大家分享少少感受。團長做 YouTube 幾個月，多謝大家收睇同訂閱頻道，我好感恩。香港各行各業最需要係香港人撐香港人。接觸飲食業朋友多咗，體會到好多餐廳大型連鎖不停做割喉式減價戰，光榮結業老餐廳多不勝數。細個
爸爸帶過你去嘅餐廳又剩返幾多間？去其他國家地方玩幾次？希望大家都幫襯返香港一次。鍾意今集介紹，請幫影片點個讚，訂閱團長日記頻道，分享俾你最好嘅朋友睇，話俾佢聽，原來尖沙咀 I-Square 有間半自助餐咁抵食，有好玩好食，團長第一時間分享俾大家。有你嘅支持就係我做影片最大嘅動力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，我哋下集見。